此外，为求今生利益之人，称为害痛的有烦。虽然饶益他们，皆烦躁损害，恩将处报。无论自己怎样做，都无有合意之时，很难取悦他们。不管相处多久，只会增长罪业，增长罪业，减少善业，对吧？因此我们应当远离这种人。那这个方面来说的，就是经常都是要注意啊。同学里面有这些相当就是让你经常增加罪业的人的话，就是怎么远离知道吗？是不是要换工作辞职了？不需要，也做不到，但是不要在乎，最好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空气来看。同事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工作的关系是那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要扶持维持他跟你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才是最重要。这个第一，不能冷漠不能怎么说呢？不管他，这些都不对的。但是我们修信人必须得要知道，跟实践人比较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哪里不同？心不同。我们的修信人的心必须得要宽容一点，能包容一点。这个不是说是他来赞美你，你才可以包容一点，不是这样。他不用知道你有多么的善良你有多么的宽容，多么的包容，他不用知道，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也不要希望他要知道我很包容他，这样又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的执着就有来了。各种各样的执着，认出自己的执着跟认出自己的傲慢是很难很难的。所以任何一种执着都是会影响到自己的修行。就像比如说太阳在太空当中出现的时候，就太阳的光对于我们整个的生命生物都是很重要嘛，对不对？但是也有障碍出现云朵的时候太阳就看不见嘛，对不对？阴天的时候太阳就没有嘛，对不对？没有太阳的时候就很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太阳的原因呢，白色的云或者黑色的云都是一样的。看起来黑色的云是非常不好看，白色的云是非常的好看，对不对？但是遮住太阳的这个能力是一样的。太阳的光用白色的云遮到了，然后就是今天一朵花只要有阳光才可以开的一朵花，它同样的开不了的。如果是一个黑色的云遮住了太阳的光，那朵花同样的开不了的。所以就是一种执着，是善的执着也好，恶的执着也好，都是一样，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一样的执着。这就是变成对于我们能够可以获得整体的一个怎么说呢？障碍，我们修持的道路的障碍，能够成佛的障碍，能够解脱的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得要知道，同时之间呢，我们刚刚说严厉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说好了，我就不管它了，就是把它当作空气了，然后就是你就自然而然显出一个冷漠，那不对的，那就是你在造业，你就是一直就是在造业而已并没有什么就是包容。你必须得要他业怎么说呢？对你业不好的时候，你就要做到对他业好，要做到这样的时候才是最好嘛。我们修信八颂我们就学过嘛，对不对？修信八颂里面就是此时何时何地跟任何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呢，作为自己比人更低的更差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是能够可以真正的达到能够成佛的这样的一个效力啊，对不对？我们放下执着的方式。那修信八颂虽然是只有一段是4句的这样的，就是只有8段而已嘛，非常短嘛，对不对？但是呢，过去的非常出名的这些高僧当中呢，就是有一位高僧就是真正修持了6年才会听到了修信八颂的完整的课程，这个8段6年啊，跟着一个上师6年才得到，但是6年他就完整的得到这个法的时候，心里也是真正的成就了修信八颂当中所讲的所有的内容，所以非常殊胜。那我们就修信八颂的第一句是什么呢？我为所有一切众生呢，就是可以当作如意宝当中的最殊胜的如意宝。那如意宝是什么意思呢？一种传说中一种物质呢，一种物品呢，可以祈祷它今天比如说祈祷的我要100万，它马上就是100万，噼里啪啦的掉在你的前面的。我要黄金，就是所有的黄金就掉在你的前面，就是这种，就一个这样的一个物品，就叫什么？叫做如意宝，从实践的一种传说当中。那这个呢，就是如意宝是什么？我们在一个佛教徒来说到，如意宝是什么？佛法。因为有了佛法，就把超越所有一切实践的这些物品跟金钱物质，所有的都可以超越了。因为什么呢？我们都可以达到从内心当中根本就不用执着这些物质的这个智慧，这种的内心的平静是学习佛法才会得到，所以佛法才是真正的如意宝。那么这个佛法是如意宝，原因是什么呢？可以获得这么殊胜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见解，对吧？但是呢，没有众生的情况下得不到的。一个修行人得到这么高、这么殊胜、这么圆满的见解的话，必须得要有一切众生，没有一切众生的话就得不到，所以众生才是真正的如意宝，对吧？对，所以没有一切众生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经常都是讲，菩提心是佛教的核心，对不对？那没有菩提心的话，就佛教就相当就是没有心脏的一个人一样嘛，对不对？人必须得要有心脏嘛，对不对？没有心脏是不行嘛。而且在人的整个的身体里面，好像是最重要的就是心脏，对不对？从一个机器，把人的身体当做一个机器来看，那就是心脏才是好像是最重要的，整个的这个机器的所有的那个零件里面呢，就是最重要的零件就是好像是心脏，对不对？所以佛教就是当做一个人的身体来看，那么整个的这个佛教的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就像人的心脏一样的那么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心脏的一个实体一样所以没有用。所以那知道菩提心那么重要的话，那众生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众生哪来的菩提心啊？连发菩提心的对境都没有，那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菩提心？所以我们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情况下，那你的同事是谁啊？你的同事是众生。你的金刚师兄是谁？你的金刚师兄是众生。你的同学同样的众生，你的家人也是同样的众生。所以就是家人之间有的时候一点点的争吵但是都是避免的，但是呢，就是内心里面没有特别的就是想要伤害他的那种恨他的或者记仇的那些没有的话就还好。当然最好就是连争吵都不需要的话，那当然是最圆满嘛但是因贪嗔痴一直不断的执着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些一点点的争吵嘛。但
跟同时也一样，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要修这个禅定的话，严厉这些，对不对？那我们严厉这些呢，不是说拜拜，再也不见，不是这样。我们从内心里面包容他们，包容他们的话，就是严厉他和我之间产生的这些不好的摩擦感、嗔恨心都可以放下，同时贪心也放下。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众生来看，可以爱，可以爱，你可以爱他，但是你不要要求他也爱我。他爱你可以，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很圆满，但是不能要求。如果是他没有爱你的时候，不能执着，那不然的话，就是又是一样的，就是这样轮回当中就是做不出来嘛。我们的执着还是一样的在内心里面嘛，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放下执着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站在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心态的话，要包容。不能包容的情况下，那就不行，那就很多的这种平常的人的那种行为，就是你就好像他做什么都不理他，或者是反正我不喜欢他就不理他，那种是不对的，那不是菩提心啊，那不是修行人的忍辱心，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带着很大的毒气的一种这种态度，这个不好，好不好？这不是严厉他的方式。严厉他是什么意思呢？就你在跟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同样都是人。他的身上也没有什么毒气怎么说呢，污染你的东西，他的身上有的话，你的身上也一样有，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心要清净，心不清净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修持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要严厉众生的意思，这样。所有的修行人高僧大的跑到山上的，是不是不喜欢人类，所以跑到山上？不是这样，这个就不能误会。大家有些人就好像就怎么说呢？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好像严厉他，那不对的，那就是解决不了大的问题。所有的高僧大德跑到山上，并不是说不喜欢他们而不想看到他们，不是这样的。太喜欢一切众生了，太喜欢一切众生，而且知道一切众生的苦。为什么那么喜欢？因为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母亲彼此都是做过父母跟小孩的这种关系，仆人亲人的这种关系，没完没了的这些可怜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了解的情况下，那就自然而然就是会有产生大的菩提心，所以跑去山上修持，知道人生的时间非常珍贵，知道这个下面人生获得这样的一个能够可以修持佛法的这个人生是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才有，修行人才有，而且有遇见了具德的上师，遇见了殊胜的佛法，遇见了可以修持的自由的这个这么人生的这种珍贵的时间，才是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为了所有的众生要好好的修，而且要修得圆满，所以跑到山上去。自己呢就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孤单，不怕那个怎么说呢，寂寞然后去努力的修持，最后成就了，对不对？自本作为着康着我